你真正是生鸡卵无，放鸡屎有啦！为今仔开始哦，你去鸡寮扫鸡屎。家长啊，出去。係。有人放火！有人放火！怕火哦！怕火哦！快下去哦！快点！进来怕火！快！小弟知道，你是去告犯人，叫我来就好了。你来呀！你跑啊！救我哟！你跑我哟！救我哟！救我！你跑我！救我哟！救我！救我哟！慢着！快别让他回去啊！对，我美国，我来救你。去，我快来。美国，阿叔，快进来。下面。是啊，你这个，快给他过，两人了。我要说啊，你先起来，伫顶头接着听听，你就先走，免等我来应付日本警察。进来。对，你今日说你呢？你放心啊，无问题啊。去。哦。点对，起来。无啦，起。点点，紧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都厝内等你哦，你要紧来哦吼。来。有问题啊！很少。小慧，快走！快点往上走！死卡狗！让开！报告台长，我已经拢跑过去了。好，係。大家咯，一个大胆的暴民，竟然敢用这款的方法来对付我。报台长，想要夺走游览会，已经搁其他抓倒来。这个游览会一天无甲除掉，咱就无好日子过啊！明仔中昼就拖出去清杀，来！小小对，哎呀，对，你要紧嘛？哎呀，对，等，对，你哪发烧啦？你发烧啊啦？我来要等来我，无啦，哎呀，你休，我来要等来我啦，无等来啦。我要出来呀，对，对，你袂得去，对，你真无容易，他拖你遐日本警察，你袂可以上死啦。走了，我要出来呀，对，走了。对，对，对，对啊！
贵州，你是靠啥呢？我从还了疗伤的，你可以这边去用清洗啦。阿达，你敢无倒去甲厅长讲一声，看会使卖判疗伤死刑无啦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唔通遐大声着，若叫人听着，咱就有麻烦呢。其实哦，我嘛是感觉足遗憾的。要不姚老伙若是无死，你想看卖？我迄警察厅面子是要压倒去。如果发生杂案，会受警察厅调查这个代志，一声连先生嘛无法度救了上的命。梁生，头家，是阿满还是我？头家，人甲我讲你用暴力叫我讲唔相信，想要讲遐人遐尔可怜，安尼甲你停治啊？阿满，这久无看啊！你一切有好势无？我实在足想你的。你讲你都想我，头家，你已经足久嘛对我讲这么温柔的话，我嘛足想你的，头家。阿满，张案是我伫世间上最后的一案，你相信无？我规头啊想的拢是你的形影。想起以早咱斗阵的时阵，你实在对我真好，搁真体贴，照顾我比我的亲人搁较多。不过拢是我害你的，耽误着你的青春，甲搭害你搁找无好的归宿。阿婉，实在是实的。头家，你莫安尼讲，这一切拢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我从来拢袂后悔。头家。不是这个查某，你有熟悉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会感觉做明显的。阿婉，这位小姐是什么人？我毋捌听过伊的声音吗？六嫂，我是少云啊！你哪讲这种话？你哪对我讲这种话？我知影你是惊连累我，所以你才唔敢连我，对无？素云，小姐，真歹势，我确实是头一摆听过这个名，你一定认唔对人啦。我是要死的人，我袂讲白贼啦。你有听到吼？阮头家已经表达到足明啊，伊最后选择嘛是我，你免对我自作多情啊！六嫂，你免跳工对我讲这种绝情话，无路用啦！我什么拢唔惊，什么人拢要想要阻止我。六嫂，六嫂。哎呀！好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大爷，你小晓困，莫安尼。我要来还我奶呀！别个，我要还我奶呀啦！别胡话啦！哎呀！我等下落火就听人你讲，讲你那个向别个城门口准备要清洗来啦。哎呀！你讲，紧，抓来去还我奶呀的！紧！哎呀！哎呀！大爷，大爷，别去伤心，你那个医生，刚刚连一点简单都无用。哎呀！别讲，我跟你讲，这若阮两个爷仔，一定要死一个，死的嘛是我，不是阮奶爷啦。
哇，做有影啦！你甲看卖，安尼是创啥物戏？下戏下人该看口的哟。这位小姐，你的胆量甲勇气，我真钦佩啊！但是我真是唔捌你，你紧离开，紧回来厝，吼！阿我，你嘛是同款，赶紧离开，上山的时间你要到啊！咱这世人无缘，后世人再会啦。我唔走，我绝对唔走。我要大声讲，你唔是罪犯，你是英雄，你是我一生中上敬重、上爱的人。小姐，你要让我放开！天明啊，你看我上势，唔通讲我啦？朝中甲姚兰辉关系人，你赶我出来！你给我放！刘长，你的想法虽然在台湾人受罪，但是你就是永远没死，你永远在我的生活里，刘长，刘长。林明，我们靠过来了，快走了，快走了，走了，进来了，不，过来，快走，我们过来了，快快走，你走了，走，快去啦，走，趴下。东京有人会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若讲无开证，林白龙互你死！林明，台湾的人民，咱来勇敢的活落去，把外来的资本控制者，拢给赶出去！看下！素文，你是民盲性素文。廖三，素文，我现在，素文，你民盲性啊？素文，好啦，素文，好啊，素文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阿爸，廖三伫隔壁伫等我，我要来找。无啦，素文啦，廖三无伫隔壁，廖三人已经转去，这是事实啦。阿爸，你莫别讲啦。我明明看到廖三，伊伫咧搞伊的手呢。阿爸，我求你啦，你莫甲我阻挡，你让我来找好不好？你让我来找啊！你让我来找。素文，你有看到是无？廖三，你无信，你真是无想倒转来。我甲因讲，伊拢袂相信。你看，你真是好好倒转来。不是啦，素文。廖三，我来知，
你做你要甲我放嘞？你是真好人，你本来心肝搁哪样，伊若有讲话你抬死对无？了错。啊，素云，你看我真足的啦，我是表仔改名啦，嘛是你的名女啊，素云。阿姨，改名阿姨。阿姨，是啦，阿姨，我不是跳岗的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连累伊。我后摆吼一定会离开地啊！迄日本警察若问我吼，我绝对讲我唔捌你，咱绝对已经无来往啊！素云，你别惊啦，我甲咱母无共款啦。就算讲哦，你较早甲伊做男伙，迄大三讲哦，唔看的，啊，讲哦，代志拢过去啊，伊嘛已经死啊！我这我就袂去啊，你啦，我讲你听好不？我叫你，伊唔是我，我叫你，你我来，我叫你，我追你啦！素云嘞，素云，你来遮给我提这代志要做啥啊？你无剑是惊我惊到要死，我有来苦你要死，你唔是讲要甲我夺走来，要甲我地运，你等于来遮做啥？不是啦，院长，迄是我阿母的意思，我慢慢想过啦。拢共款啦，你无叫你用当，你敢用使无？啊？我好啦，你我一个转上去啦，我做有了小安静一了。你叫，阿爸叫，你上不行，你把手别带我。乖呀，你好好困者，你莫爬走啦。我们出去练功啊！还是阮大，你们叫我多点不要听无？大个呀，你莫安尼啦。闪啦！我要报仇啦！我准若无报仇，阮阿兄伫九段地下是要灭亡啦！闪啦！闪啦！报仇啦！我们报仇啦！我们报仇啦！报仇啦！报仇啦！你报仇？你凭什么要去甲人报仇啦？3斤鸟啊，要加4斤鸟去！你无会加算，莫甲人食迄下药啦！目睭无看，心中干嘛要靠背咧？你人报仇，历史啊，我上摆饲好啦，去互当作马店啊，当佚佗的啦！你去啊！你报仇啊！你去啊！无对啦！我是一个废人，无唔对啦！你我是一个痴迷的，唔爱讲行路，我连三顿来人照顾，我是凭啥对来报仇啦？我，你莫安尼失志。你的目睭嘛，毋是永远拢袂好啊！你相信我，咪句，我一定请一个上好的医生，甲你目睭医好。拜托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啦！等你目睭若是好的时间，就是咱这恁大报仇的时阵啦！你莫安尼逐工哭啦，身体会歹歹的啦。你姑头家走啊！我俩讲什么意思？即摆日本警察3天5天就来敲一遍，总有一天吼，连我嘛身上敲走了。我不来死死啊！他们让我去恁大的啊！我看这你心袂大的，啊无安尼啦，你甲我来美术馆，我拜托好表师吼，互你去遐暂时住一站，好无？美术馆，送我你到，我才无爱咧！你是我的，你抢到我的店铺，我就爱去断刀咧！什么咧敌人啊？迄无共啊！伊爱甲你爱吼，根本就无共人啊！你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万事如万死啦。听我大即马无地个啊吼，你甲素云小姐吼，
就莫搁安尼小怨斗，煞煞去，大家做好姊妹啊，相照顾，安尼真好。你别少想啦！我本啊，一点仔骨气也搁有，我死都袂去救伊。好表嫂，你卖药啊？我啥代志是？好表嫂，你遮敢有医目睭上好的药材？安怎？目睭无爽快了？无啦，毋是我啦。好表嫂，你遮吼上贵、上好、上有效的药材吼，先互我啦，我有去用。好表嫂，莫安尼啦。我知你心肝上软啊，袂出敢若花佗再世咧。你一定办法医好迄个人目睭啦。咪姑诶，你找唔着人呀啦！我哪有遐尼好？我真寒慢啦！我寒慢甲连差家查某囝都无查咯，以后我要医啥人啦？宋姑娘是安那样？错你哦！自从六上过身了啦，啊，一个人就安尼细心啦，啊，有当时啊吼。啥物人都袂忍，啊有当时啊，就爱清醒啦。宋文，那不会啦！哎，要找我甲你讲啊！系啊，紧来，来四个外口找我，紧来，我来。宋啊！宋高龄啊！宋文，宋高龄。花落地送满天。宋高龄啊！宋文。宋女啊！宋文，危险啦！宋姑娘啊，你悄悄来，你若要做这戆代志啊！你看，叫上伫客迄边伫咧等我呢，有听到无？叫上伫客迄边伫咧等我呢，有听到无？伊即摆伫咧搞对唱，什么玩意唱啊？高山鲜花寒山寺，夜半钟声高声酸。宋姑娘，宋姑娘，廖尚无死，廖尚伊无死啦！叫上伫咧搞咧唱啦，伊伫咧对我笑，你敢你无看到？你看。宋姑娘，廖尚真正无死，伊真正无死啦！美姑诶，我明明看到廖尚有轻伤，你谁哪讲伊无死？哈！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去看宋姑娘。好，我讲实在话，宋姑娘，宋姑娘啊！你莫安尼啦！我甲你讲，你心爱了啥？伊无死，你爱相信我，我带你来见伊啦。创啥？廖三，这是真的，我早下试你，你无信。我是不是咧迷茫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
有没有看过你让日本警察拍死？为什么你跟我呢？你哪不跟我见面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跟我讲，刘三。是啊，是我来遐聊天不好，我是伊小弟聊天顶啊，是啊，来不是我。你是聊天顶。是啊，因两个相生啊，生了真同款，若无讲，根本就不知啥影响。老出代志，也来甲我斗阵去劫武器的什么人？迄个是阿兄点好，甲我的查某囝你谈乱来，多一个，是伊点。不管你是甜甜，还是甜某，我肯定是你，你是我所选择的六嫂，只要你活了咯，只要你活了，只要你活了就好了，六嫂，六嫂，哎，六嫂。我真唔相信的，有迄款代志，凊彩讲讲的。阿管，我嘛是较早才知影讲甜甜甲甜某是两个人，所以你较早为着我伫咧想去食醋，迄拢是误会啦。所以吼，秘书甲我讲你即摆情形，我有甲阮阿爸参详过啊，你毋则要来这边来阮兜住。是啊，咱即摆代志拢清楚啊，对。啊，你对六嫂迄款的痴情，我拢足感动的呢。大家有缘才会当斗阵，无去也毋来我遐啦，吼。是无对一个代志就莫阁讲啊，除非哦，阮头家迄年出来见我。你想到铁气？我。阿万，鬼啊！头家鬼完啊！阿万，是我啦，你免惊啦，是我啦。头家，我真想你，头家。阿万，我就是拄则因咧甲你讲，恁头家添我小弟也添丁啊。是的，真是的，莫免你遮尔久。啊，你目睭啥咯？阿婉，阮大个目睭受伤哦，佮冒着惊遐日本人掠去的危险，伊嘛是倒来看你，就是希望你哦，甲素云转去武术馆。是啦，这几个月来吼，你嘛是拢叫我头家啊，而且我嘛知影阮大个吼真俗，我早就甲你当作家己的人，你一定爱听我的话，甲素云转去武术馆住，吼。好啦，听恁头家。庆功宴，去就咱消灭大七股摇篮花啊，知无？知影，跳起来，你欢喜者。哎，好啊好啊好啊！恁大家吵到我头壳强要撇开啊！恁拢出去。啊，李想，恁无欢喜啊，连看都目色。啊，摇篮花这新北大法已经拄掉啊，应该身份证提上才对，啥反倒转来，这个紧张。我本来是真欢喜，佮当作讲有这机会通我升官咯。上知影顶面的人对我无满意，怪我甲个夜兰花案件拖了伤久，而且台湾岛即马四界波动不断，亲像陈秋菊、干大师、林小鸟遐个人，无一个了会着的。我身为厅长，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嘛。听着，啊，顶边人有感觉这孙策办事不力无？一切责任我会承担，甲你无关系。今日下昼
我已经接到日本的命令，叫我即时倒转去日本。即时，哪会安尼呢？这也无啥。我身为一个军人，国家倒位需要我就爱去倒位，对无？小金顺子，嗨，陈海影，嗨，伫咧台湾岛的这段时间，互你两个真照顾，我会永远记伫咧心肝内。是讲传令长长，等你调查了，下前的这厅长到底是咩人？听伊讲是米亚摩多塔罗，宫本太郎。宫本太郎，是迄甲我战争的英雄宫本太郎。无错。太郎，你嘛有两年太郎，啊，毋是甲我共国的。我是查某人洗衫哦，较清气，香哦，嘿嘿。来啊，来，衫脱去，我甲你换换咧。我家己来啦。莫安尼啦，莫搁假咬我啦。你即目睭无看，我甲你照顾吼，是应该的啊。你莫像进前安尼哦，换衫换甲甲你搁穿颠倒边。你看，这素洗，洗甲超好超啊，搁香香的，你鼻看。好啦，衫脱去，啊。手去，洗手。你创啥啦？来个转起换换的咩？我家己来啦。啊，白白查甫人，你搁惊我看？来啦！甲你讲我家己，你无听会了啦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无你家己换。大个，爱比光阴无米啊！我来山脚尾，真紧就倒转来。你家己担厝，唔通乌白走呢。你若要出外口吼，我外口有绑个锁啊，锁仔顶有管仔，啊，伫管仔你若碰着吼，就唔通倒行，啊，无我会烦恼。我知啦，你紧去啦，莫管我。你阮大个，我哪当无管你？啊对啦，锁阮姑娘讲吼，要来甲你传药啊。我落哈。传药啊？什么了不起？我才不爱互恁甲我当作废人。
我又要超回答。万油啊！万油！万油啊！啊！干！啊！万油啊！你老实点，你看下面，你看下面，对。爹，你的手拢光泡，你目睭无看，要来用传药啊，传药就让我来就好。来，起来，把你厝内小看要安怎就好啦。你坐，你莫颠倒我摕药给你顾。这泰国药吼，会当消毒个滋味。来，你去啉来啊，会生啦。你坐来休困。哎药啊，我搁订来来传真的吼。无效啦！传什么药啊？我这青梅啉，拢无效啦！对不对？你要较有耐心的啦。这是阮阿爸去请教真侪先生，迄先生吼对药草拢最有经验的，伊开予咱的药方吼一定有效的啦。莫搁浪费时间啦！对我这个青梅身上啦！你敢看袂出来？我是一个废人。对不对？你若有这种想法，你莫着急嘛，慢慢来，伊总有一天一定好完。你知影无？你会当活，阮大家拢足欢喜的。我相信，只要人若活的，绝对有希望。你莫讲话来安慰我，像我即马根本都无办法起家动手，我嘛无办法替阮阿爷报仇，更加无办法替台湾人出气啦。我即马活得比死个痛苦，你知无？你的心情我了解，不过啥？你出去啦！你莫管我啦！出去啦！天兵，回去啦！你去找嘉明好无？嘉明才是一个正正常常的查甫囝，伊才会当照顾你，伊才会当互你幸福啦！回去啦！回去，你有听无啦？做啦！你倒来啊！我昨天来看你呢，你看，我搁掠2只鸡仔来捕，吼，足肥的。啊，你咧哭哦？啊，是啥物人叫你啊？无啦，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啊，你若安尼讲啦，你以后就是要做我某啊呢？你的代志我要来无管啦。我大概做定，我要入来休困。素云啊，你是毋是还阁想要了送？人死不能复生啦！啊，你搁想哦，嘛是白想的啊！你的胃用吼，加想我淡薄啊啦，吼，我死囡仔某咧哈！你死囡仔某，你真好卡手，你做梦就犯一心啊，无看你的影食，你随酒来食。啊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无你听哩，当你放屁是无？母啊，莫大声细声啦，歹看啦。啥啦？死查某鬼啊！你嘛较正样咧哈！你一日换过一年，你嘛较差不多咧。你即摆是甲政治犯有够插的人咧，你若讲我头路咧，我惊是判死刑你咧。我是甲你讲点尔咧，你莫喊无相代是无？唔食早起啊你！做伙咧，做伙。你嘛较差不多，讲话较有良心的哈。是恁后生一天敢讲送回哥哥店哦？家母唔管你管罢休。啊无你是倒位来死早鬼啊？你有甲我探听无？你这大细声你发啥物气啊？本国人叫做阿管，路见不平，对啦。闪较边咧，才无你的代志，咱当开心插目。你这甲闪较边啊，莫当作恁做歹路啦。我甲你讲哈，出去，即马出去。啊你要去只我庙讲的，打你哈，死查某鬼你欠拍你，你有敢打你啊哈？你真正嘛足够啦，无你敢我看你皮上啊你啊！你无解释，你死咩？母啊，
吧，别想吧，爸爸想吧。你给我做，倒爬不做。爸爸想吧。你给我做，倒爬不做。别冲下，你还让他放开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是天才给你教死啊，叫我不出来出一口气啦！哎，放松哦，你走啦！阿哥，放开啊！放开！黄彪，你有看吼？你新查某安怎对付我？新查某你看人教是看人害哦，今日无人教是唔知死你。阿伯，你安尼做较超过哦！不管怎做，你爱尊重人是长辈。我好标做人的原则，你了解哦？我红批无要紧，但是我绝对无批人啦。哎，你讲的哦，呀，来等，你再叫红沙粉，呀啦，哼，别抓过来啦！我不要三妹，食饭啦！赵文，食饭啦，去。枵是真枵啦，也毋过那气都气饱，要食会落去。哎呦，食啦，天大地大哦，食饭皇帝大啦，心情较歹嘛是爱食。像阿伯，讲起来足歹势了。讲叫你来遮大啦，反倒倒啊，互你甲我煮饭、甲我洗衫，安尼你舒服，歹势甲要死。你哪会讲安尼啦？恁肯收留我吼，我就足甲恁感激。你讲个啥话啦？加一个人加相低尔，你讲啥物细字话啦？做文啊，你是为着下头你阿姨的代志，又搁咧受气受。日头赤爷爷虽然顾性命，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人情亡啦。你无管你阿姨很信嘛？我看敢若毋是安尼哦，伊下昼吼对外口转来，迄面色就无介好呢。做文，你下昼毋是提我药甜甜，无恁两个人冤家受。伊完全变一个人，自暴自弃，脾气变甲足歹，又搁孤僻，搁定记全人好意。哎呦，我这个甜甜兄哪会安尼啦？啊好歹人煞袂晓分。那甜甜啊，有即款反应，这是应该嘛？你著爱较忍耐，毋通安尼逼伊嘛。甜某已经死啊，甜甜即马目睭青白啦。因两兄弟啊所要完成的代志，啥物人要去遐做？所以咱即马应该着要做一寡加减有意义的代志。哦，算讲是甜甜啊做，安尼甜甜啊来知影伊就欢喜，你看对无？阿爸，啊咱来安怎做？我是想讲吼，要来去庙口遐义诊啊，替一寡善良人来看病，啊，恁两个人会使来甲斗相共，啊，面骨的呢，迅速甲叫来斗做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来，拜托了。你喙舌吐出来看卖，火气较大啦，盐我食袂到。啊，我这钱哈，免钱啦，义诊哪落钱？真正免钱哦。啊那安尼，我卡做青田村，会用先生看者有吼？好啦，我药啊吼，甲你挑做伙，刷食咧就无要紧啦。好，你真像我台湾人啦，你台湾内地吼，我一世人拢袂记袂记呢。那你客气啥啦？说好啦，我挑6盒药啊，我贴等。哦，好。老张啊，在那边啊！我靠，不要冲上啊！喂，我的基金你是要花药，你要花要啥？爸你，你干咩？哼！大家我跳，咱新来公本听你有啥物叫会食？多一个当去路上，多一个俩青山。